姐，你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说要来接我们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去一趟天津都该回来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来接我们了。对啊，这下可尴尬了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等一下遇到交通高峰期，非得堵在马路上不可嘞。但我们现在走的话呢，你老公应该在路上了吧？让他扑空也不好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再等等吧。你所有的资料呢，我都看过了，非常的好。不过，我有点疑问啊，就是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大公司，来到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呢？林总，我都做到这儿了，这就证明了我对贵公司的信心。现在就看贵公司这座庙，是否能收留我这个流浪僧了。哎，姐，你给我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是没有情调的人啊。那你就错了，他其实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不过他倒是挺喜欢旅行的，但是常常是说走就走，也不跟你商量的。还有，他喜欢画画，也画得挺好的。他常说，如果他没有做广告的话，搞不好会成为一位画家呢。